喜欢星光灿烂，在夜空画出你熟悉模样。喜欢念念不忘，舍不得你的怀抱和脸庞。如果情歌都一样，也许少了你给的安全感，还是跟从前一样，任寂寞继续徜徉。闭上眼，假装不迷惘。怎么会跌跌撞撞，追逐着你的爱，我却迷航？怎么会飘飘荡荡，回忆着你的话，我却受伤？如果情歌都一样，我是不是也搁浅旧时光？像回到从前一样，以为这就要典藏，留下的牵绊谁来唱？旧情歌这么长，唱不出爱却越惆怅。慢慢的回想，慢慢悲伤，慢慢只剩迷惘。旧时光晃呀晃，晃走了只能回头望。忘了可以牵手，也忘了可以温柔，忘了相知相守。你是否依然在夜空画出你快乐模样？我还是这样奢望着你的怀抱和脸庞。如果情歌都一样，你是不是也搁浅旧时光？像回到从前一样，两小无猜的模样，也不管情歌谁来唱，谁来唱。旧情歌这么长，唱不出爱却越惆怅。慢慢的回想，慢慢悲伤，慢慢只剩迷惘。旧时光晃呀晃，晃走了只能回头望。忘了可以牵手，也忘了可以温柔，忘了相知相守。你是否依然在夜空画出你快乐模样？我还是这样奢望着你的怀抱和脸庞。如果情歌都一样，你是不是也搁浅旧时光？像回到从前一样，两小无猜的模样，也不管情歌谁来唱，谁来唱，谁来唱，谁来唱。谁来唱？谁来唱？谁来唱？任何好玩、有趣的原住民大小事，包在你大身上。你大广播电台与你分享最欢乐的你大大小事。咱们上课喽！
米大广播电台，我是小恩。今天呢，又要来跟大家首先报告我们就是最近米大发生的大小事。大家有没有听到 ？OK 哈，那我今天要来先跟大家聊聊，今天呢，最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要先跟大家说，就是苏米恩的讲唱会啦。因为我们这一次的广播电台就是苏米本身要去学校做讲唱会，但是社会大学人士可能觉得怎么会没有机会，但没关系，于是呢，我们就有了米大广播电台。但现在呢，校园广播有校园的讲唱会已经就是非常热烈的报名当中。那我们现在就是有在我们的苏米恩粉专的封面去释出，我们现在有看到东华大学跟海星高中在我们3月份的时候有来2间学校的报名。那接下来1月份已经非常热烈，就是有非常多的学校来跟我们苏米这边做报名。那我们这个报名即将在3月18号截止，3月18号截止。如果大家现在稍等一下哦。现在有听到吗？听到吗？大家有听到吗？来，稍微等一下哦。OK， 那一样我继续刚刚说的事情哦。那今天要先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就是苏米恩目前讲唱会，报名非常热烈，而且不止我们在3月18号的时候会截止我们的讲。稍等一下哦，稍等一下我们的网络，不好意思。OK， 来，大家有听到吗？那我们也顺便等等其他人哦。那我们现在在更正当中。来，大家有听我声音吗 ？OK， 好，那再稍微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刚刚说的就是苏米恩讲唱会在3月18号报名截止。那我们3月份的部分呢，已经在苏米恩的粉丝专页上的封面可以看见我们的东华大学跟海星高中。接下来4、5月份，我们会陆续在我们的粉丝专页上的封面请大家注意，每个月呢我们会更新我们的封面照片，就会跟大家说这个月我们会去哪些学校哦。那现在报名非常热烈，所以我们在3月18号的时候，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来我们就是我的苏米恩粉丝专上面报名。那非常特别的是，这次的讲唱会我们有特地设计一些桥段，让苏米与学生做互动。所以如果就是喜欢苏米的学生，喜欢原住民的朋友们，不要错过这次的机会咯。另外，报名的事情除了苏米恩讲唱会之外，海边的孩子报名目前我们的推荐已经结束了。那我们会在4月1号的时候公布我们这次海边孩子表演者，我们会公布。那今年呢，我们在5月18号的时候会进行正式演出。那售票时间呢，大家也不要就是想说什么时候，没关系，小恩在这边跟大家说，我们会在我们的海边的孩子粉丝专页上择日会公布我们的开卖时间，所以请大家期待4月1号我们会首先公布表演者，以及5月18号的时候正式演出。接下来呢，还有阿米斯音乐节，在上一个月的广播电台有跟大家说，我们的米大团队其实已经偷偷有开始陆续跟很多的部落做接触，所以现在也跟大家说，就是我们阿米斯音乐节已经在筹备期间，然后我们也会进行很多的部落接触。对，那这边就是偷偷跟大家透露一下。再来呢，要跟大家说苏米最近的行程啊，因为最近大家是不是有看到，在上一次广播电台结束之后，苏米他到哪里去？印尼去。那这次呢，苏米他在3月份后段，他有自己的个人行程。那个人行程的部分就不方便跟大家透露，但是我们在4月的时候，我们有吉吉草根音乐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记得锁定你的排班时间。那不要就是我们
记得那个时间，吉吉草根音乐节的时间，然后欢迎大家那天与我们公开见面。那我们这次呢，不管校园讲唱会，其实如果有可以公开的行程的时候，也会跟大家这次再说，慢慢的我们在网络上跟大家说明。那我们的草根音乐节就先给大家知道4月份的公开行程，再来是我们这次呢，相信如果大家有看我们的粉丝专页上面的照片，可以知道我们这次有邀请一位特别来宾来我们的广播电台做分享。那我们这个来宾呢，近期也有举办一个非常重大的活动。那这一个活动呢，等一下我们就由本人亲自来跟大家做说明。OK， 那其实这个礼拜呢，这个月呢，米大的大小事就跟大家报告到这边，就是讲唱会、署命最近的行程，还有海边孩子报名已经结束了，阿米事业节我们已经偷偷在动工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在3月底的时候已经曝光了署命的新歌啦。继我们2月份先曝光了署命的胡子这一首歌之后，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线上在公开这边线上首播今天的新歌《侧脸》。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加入米大拉铁粉的会员。不只加入会员，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官方网站上进入，然后可以搜寻我们的署命新专辑新歌，我们所有的新歌都会在我们的官方网站上面做曝光，欢迎大家收听。那以上就是今天的米大大小事，等等呢，我们会邀请署命跟我们的朋友一起来这边跟我们做音乐上面的分享。所以呢，这边先跟让大家就是以稍微了解一下我们米大目前的行程。 OK， 好，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好，现在时间是晚上9点10分。 OK， 那我现在小恩呢，我们特地播了一首歌，那你现在听到其实是来自于卑南族大男孩高伟勋在2017年所写下的作品 Ladies。 而这首歌呢也是要献给全天下的女孩们，因为上个礼拜其实是我们的妇女节，那这首歌呢就献给我们全天下的女孩们。等一下回来的时候，我们要邀请署命与伟勋聊聊关于音乐创作的故事。您现在收听的是米大广播电台，等一下我们再回来哦。上了眉毛，为了见男孩，自然卷当然不让他作怪，随时保持状态。继续说 But 迷人并不是因为穿得多好看，或者裙多短 But 偶尔卸下一点点装扮，吸引我的是你的自然。Hey pretty ladies， 其实你不用太多包装，把高跟脱掉依然欣赏，起床的模样，你凌乱的头发，太阳下的脸颊 Ladies， 把妆都卸了，头发放了，把裙都换了，有何不可？怀疑中的模样，你简单的微笑，是一天中最美的符号。Cause you're so beautiful。涂上了口红，谈了场恋爱，画上了眉毛，为了见男孩，自然卷当然不让他作怪，随时保持状态。继续说 But 迷人并不是因为穿得多好看，或者裙多短卸下一点点装扮，吸引我的是你的自然。我 Pretty
是一天中最的符号。Cause you're so beautiful。Hello， 欢迎大家回到米大广播电台。今天呢，我们的苏命 Talk Time 时间就由苏命来跟我们的嘉宾一起聊天啊。那这边呢，大家有没有听到我们声音 ？OK 哦。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苏命跟着我们特别来宾伟勋一起来跟我们做聊天。所以首先呢，我们先欢迎苏命。Hello， 大家好，我是苏命耶。苏命好干哦。为什么？你们自己有在听吗？大家有听到吗？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组合很熟悉？这个组合就是这个是上一次的组合，对，差不多换汤不换药。但是史密，你先稍等我们一下哦。来，大家有没有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Hello，OK， 今天的史密，今天的史密特格泰就交给你 ，OK 吗？应该就是我了吧？还有，你刚才可以交给谁啊？天哪！所以这个时间我们就交给你跟另外一个我们这次特别准备的嘉宾。耶，特别准备。那你准备好了吗？我准备好了。等一下准备要数到1、2、3吗？对，那我们这次要欢迎的就是我们的卑南族的大男孩伟勋来到现场跟我们的史密一起聊天，所以让我们一起掌声欢迎伟勋。没有罐头笑声啊。Hello， 大家好，我是上海高伟勋，那我来自台东建和部落。可能大家比较有些人可能如果看到我的表演的话，有时候应该在海边的孩子有曾经看到高伟勋的表演啊，因为高伟勋本身也是在做创作的，然后在第一次一起接触到表演，应该是海边孩子在宜兰场，对不对？对吧？那是好久，那是好久，多久以前我有点忘记了。对，是我大学的时候。对，然后后来再来就是，我记得是阿米斯音乐节，对，阿米斯音乐节第2届，哇，那也很久了，不知道大家那时候有没有印象？然后后来就是海边孩子那时候跟兄弟职责，对，就是我自己的乐团。对啊，海边孩子快到了，但是兄弟职责不能报啊！对，这样讲没有了，可以了，想要血池一下，推荐，欢迎大家推荐。下一个是推荐嘛？现在已经过了过了有人推荐兄弟职责吗？这样有点坏了，是这样子啊。但就是因为创作这件事情，我也觉得就是对我们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音乐作品的产出。我们平常虽然很喜欢听别人的歌，但是我们始终很喜欢用自己的创作的那个方式，把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放在音乐里面。我是高中高2的时候开始创作，然后创作原因也蛮白目的，就屁孩会做的事情，就是追女生啊，但不是我追对，因为后来先澄清一下，因为后来没追到。那时候是我的同学，骂吉。也是蛮不错的啊，只是他一直以为他的文笔很好，自以为写情书很厉害这样。然后我东中的，我是啊，我也是东中啊，学弟，学长这样啊，学长没有考得很好啊。可是我们那时候东中跟东女，台东高中跟台东女中每年都会有那个模拟考，就是所谓的，然后会去对方的学校一起去考试。对，那年刚好是轮到东女的学生要来东中对考试这样，然后就我们考试不是会排女生男生？对，要分开坐，那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妈姐就杀到一个在他考试旁边的女生，我想说那到底是干嘛这样子？然后他就说他想要写情书给他，然后我那时候在管乐队了，我在吹竖笛，然后我那时候梦想。就是说可以用竖笛写出演奏曲这样，那时候啦，那时候他说过去式了，各位不要太计较这样。然后可是他觉得我就蛮白目，为什么要用竖笛写？可我其实因为我以前弹钢琴，我也不太会弹吉他，应该说我根本就不会弹吉他。然后所以那时候他就说，你写这个竖笛要干嘛？要不要写歌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就我们那天那几个礼拜，我们就整天都腻在一起，然后一直在想，而且我们还故意每天
就是早上的时候要骑到东女，先绕过去东女，再骑到东中，偷看这样偷看白痴，不知道为什么要骑到东女，然后要骑到自己学校，要骑很快。东女跟东中大概距离2公里，蛮远的。骑单车10到15分钟差不多。每次要绕那边，不知道在干嘛，也看不到，要自以为可以很接近爱情，然后接近，然后反正就是这样，后来我就想写个这样，就是突发奇想，他提，然后就说好写看竖笛，用竖笛写歌还蛮特别的。我没有，因为不可能有钢琴啊，钢琴都在学校的音乐教室里面。你知道东东姐只有一台钢琴在音乐教室里面对。然后后来好，我也没有办法，我也不会吉他，那我就竖笛写歌，然后帮他谱曲这样啊。但是最后要录成档案的时候，还是要去用学校的音乐教室。我们就以前的音乐教室是那个喇叭锁，我们还故意用那个。老师要锁那个教室的时候，我们还故意垫那个纸张，好让它不会扣起来。对，不要扣起来，烂透了。不要要教坏大家的意思。好，这个都忘记了，过去了。好，准备这件事情，什么都没听到。没听到这样。然后我们就这样晚上就去用学校，还很怕被那个校工听到发现这样。反正就是过去就偷用钢琴，然后就录，然后就寄给那个女生。然后就没消没息了。这样没有问题是音乐创作的开始就是这样来的啦，从高中的时候，高2的时候，然后呢也因为这样子，反正没追到，然后就暑假了嘛，反正也没干嘛这样，然后就暑假就开始觉得这件事情很好玩，从那个暑假我就每天我就开始想要写歌这件事情，这是我开始做创作的时候。你呢？我创作其实也跟你是差不多。你是高中哦？我差不多高2、高3，然后开始。我是高2、高3接触吉他。你怎么那么早吉他？你是参加了？吉他社都是酒鬼，你知道吗？有吗？不是这样，不是吉他都是学长都很喜欢喝对，喝饮料。对。我那个时候会开始创作，完全是因为，因为我跟其他，因为我们东中我那个时候东中有那个就是吉他社，不是我2个社团都没有参加。对，我2个都社团，因为我都觉得那些吉他社跟那个什么把妹社，对把妹社，然后在舞台上感觉有点拽的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就跟一些就是原住民专班的，我们说那个东中原一班的朋友，对，很好。然后他们有一些人本身就是因为可能是教会的关系，然后会弹吉他。对。你是东中才会学吉他的？对，我是上东中，然后才学吉他的。对啊，然后就是一群人喜欢一群人，然后聚在一起。对，然后从那个时候才开始慢慢接触到，就是朋友互相随便乱唱，然后把它记录下来。你一开始学吉他就开始创作，这么快？当然一开始还是会从学其他偶像的歌开始这样啊。对啊，那时候偶像包括独等。高中的时候有，有点坏了。这样在这边怎么可能？高中的时候最常上的就是图腾跟马子卡，还有马子卡。对，还有那个什么，以前那个以前的 Boxing 乐团，对，S1 乐，他们还叫 S1 乐团的时候。哇，那真的，对，我也觉得。可是图腾应该是我后来创作的一个转折啦，也就是说我以前写创作的题目啊，我没有那么想要写，也不是说没有那么想要写，就是说没有意识到要写原住民这个题目。我高中就是爱来爱去啊，我想你啊，怎么样啊，每天骑着脚踏车，希望可以见到你一面之类的啊。有押韵吗？没有啊，烂透了。反正就是那个时候跟着自己的同学，然后比较想从一些生活的小事去做创作，但爱情应该就是觉得很好玩，然后也很喜欢的一个题目。从高中的时候一直上了大学，几乎也都在写这样的感情的类似自己的小世界。然后后来因为可以参加比赛了，比如说水利局爱护河川歌唱爱护河川创作歌曲赛，
我真的很爱护河川，然后也要催眠还要自己，还要去看这样，还要催眠自己，然后哇，爱护河川这样子。还有什么？还有国民健康局什么爱护健康这样。哎，平常就很不健康了，然后还爱护健康，但是就是这些题目也很好玩，这就是就我从来不会写这种题目，反正就是奖金猎人的心态，不写不会中啊，写的不中也没关系，也不会怎么样，就是觉得创作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你能写了什么，那它就会变成发生什么。可是，一直到了图腾乐团的时候啊，还真的觉得，对，它是一个我是谁这么大的题目。后来问我自己是谁的时候，慢慢回头去找，就觉得原住民这个题目从来没有写过，所以就开始有写原住民的题目开始创作的，但是大部分还是一些思念的，比如说我在那边唱啊，思乡啊，或者是想家人之类，对，类似这种的状态，但就是中文跟母语的混杂。一直到我自己在做母语专辑的时候，反而就多了更多的自信，而不是只有思念这件事情。那就会用母语歌去玩一些有新的，比如说改优音、美少女有没有？年轻人这样嘎巴这样，就是这样的歌，或者甚至后来玩叫署名玩自己的名字，比较很这样的事情。但是就大概每个事情对创作会有不一样的题目出现。这是我自己在创作历程中，但也会跟我自己的生活的历程有关系，大概是这样。那你自己写歌呢？你自己的题目的限定设定吗？还是其实是遇到什么就写什么？其实我真正开始就是很大量创作的时候是在应该也是大学阶段啦。大学，对，因为高中好像大学真的没什么事做，没有，认真读书了。大学生都很认真啊，对，因为你知道我们后面有什么，你知道吗？什么后面讲唱会，大学生你们好。对，我相信大学生都很有为，大学生都很有为，很有时间。反正好了，就是大学那段时间，就是开始慢慢就是因为我高中3年好像。那3年是完全没有谈过恋爱，因为念东中，然后一直到升大学的时候才会慢慢接触到感情世界这一块，所以大学的那段时间就是写了很多类似都市情歌的东西。对，当然不是只有情侣之间啊，对，还是有想写一些亲情啊，但大部分真的都是。都市情歌这样，情窦初开本来就叫年轻人，但是这个应该是大家必然会遇到的一个经过，我觉得对过程。然后我不觉得每一段的感情好跟不好，我觉得就是不是，但是那个感受的确会有快乐、甜蜜，或者是难过的部分也会有。但我通过自己生活的过程中也会啊，我自己也是这样子。那大学的确啦，这是创作力最旺盛的，因为我们真的蛮闲的。我觉得大学然后没有什么其他的兴趣可以做，就是除了上课以外，就真的很不喜欢上课，连上课都在创作，上课都在创作，上课这样有没有很积极的人上课都在写歌词？就是不愧对是一个创作歌手的人。你是这样吗？我是就是上课就是会无聊，就是写东西的那种。你会写文字哦？我歌词很慢的，我其实很慢才写出来，真的。我大部分还是先曲再写词。我会写，就是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其实你是画画，画不会，我反正我就是喜欢记录啦，对，就是记录关键字之类的，对，想到什么梗就可以。对。那现在呢？像我现在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主题，可能大家都知道我在写崩爸爸。的确也写了很久，我写了4年，今年第5年，疯掉这个题目写到我快。当然，我很喜欢这个题目，我也觉得这个题目有一些时代上的意义啦。那个意义到底能不能帮助创作？我觉得现在不用太早讲，只是创作有时候就看你自己愿不愿意在这个事件上面投这个题目。但是你自己的你在创作上会设定这样的主题吗？现在其实还啊，我不太会
设定一个方案，因为大学很闲，没有啊，也不是说也不是说应该是说，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所以不太会有一个、对目标性的创作方向。现阶段就是看到身边有什么东西就在发生，对当下的感受的。对。哦，可是这个东西其实也是啊，因为我觉得创作多多少少还是来自身边的一些生活灵感。对。然后最近生活有什么，多多少少还是会被影响，我们没有那么超然。我觉得那些事情的发生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那也就会间接影响到我们自己的创作。也是，我觉得也是一个创作的状态，对我来讲。那最近你碰到什么事吗？最近就是阿杂的事，还是很愉快的事，因为3·8妇女节刚过，有吗？3·8妇女节关我们什么事啊？对啊，好像不是，我妈妈很开心啊，对，身边的女孩都很开心啊，就是属于他们的日子就对了。但我们好像会辛苦一点点，你有送你妈妈什么吗？3·8妇女节哦，没有。好像我妈好像3·8妇女节那一阵子，她好像自己出去，她好像自己下对，她自己百货公司吗？她自己去嗨的感觉，她自己去嗨，好像这个时间就这样莫名其妙过了，也不是上礼拜的事情了。那我们可以为这件事情写歌吗？不行。好，算了，大家不要预设立场太多，我们只是过了就过了这样。就是创作的题目好像也没有说同时间一定要一个题目，好像同时间可能也可以有很多的题目在累积。就是说，虽然蹦当当我从4年前开始吧，5年前，但是中间还是有做中山女神啊，还有什么哺乳妈妈的歌啊，会陪坚持下去，或者为了同志议题发声，写入夜之前那样。其实好像同时间都会很多的题目，你也是这样吗？会。我会，就是不会只有一个题目，对，就会有好多的题目。看当下受到什么样的刺激吧。就是我可能今天在写这首歌，但可能这首歌还没写完，我就又会接受到另外一个新的不同的东西，这样，所以就会同时可能2-3首歌同时都在进行，都在进行这样。对，也是，所以我觉得题目这件事情好像没有那么的单一，就是它是一个很复合式的状态。也不代表说这件事情就是说一定未来会发生，因为有些作品还是需要时间跟累积的酝酿才会有。但创作的灵感吗？好，我在猜是不是我们每一个写歌的人都会被广播主持人问到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也觉得你怎么创作？你创作灵感什么的，类似这样子。对啊，然后要举出一些很具体的事情，你是不是一定要回去你的房间，或者你要回去台东才写出这个？开黄灯之类的。对，开黄灯这个你再细节哦，就detail那个营造一个氛围了。那好像没有那么必然的。我的感受是这样，我没有那么必然说一定要什么，然后才会有创作的灵感就会来了，或者是说一定要给自己在哪里在有什么固定的创作的地点，你会有吗？我还好，我也没有太局限，但是我有灵感的当下，我是一个就是必须要马上把它记录下来的。就比如说我举那个具体一点例子，就是假如我今天在骑车。然后我就会突然骑车也太危险了。没有，我说骑车可能脑中有突然闪过一段，就是因为我骑车本来就哼歌，没类似的，就是我觉得还 OK 的 melody，我就会停旁边，然后赶快拿手机。停旁边，对，当然。想说骑车当下，哇，没有啦，这也太难了吧？骑车当下，没有，就骑车就是停到旁边，然后把它录起来。用手机，用手机，就是直接清唱的，直接清哼，然后把那旋律记起来，因为我真的很怕旋律忘。我很常就是有一个灵感，然后写歌，可能我已经写了一组一副，但我忘记，但我没有把它记录起来，就隔天起来完全忘记我在写什么。有，我也会这样，我就完全忘记我那个主歌的旋律怎么唱。对，会忘记，而且会恨，没有会恨，为什么是恨？为什么没有把它记起来？会恨自己，会懊恼。对，现在明明现在的工具这么方便，就是手机随时随地就可以录。对啊，像我在火车上也会啊。你在火车上有想到东西？
我记得我有一首歌也是在火车上啊，不是火车，高铁，远洋，那时候远洋，不是，大家有听过远洋吗？等一下，虽然高铁跟远洋差多了，但是如果你有注意到远洋那张单曲EP 的封面的话，那张照片就在高铁上拍的，而且那时候已经有这么当下的感觉，就是那么当下，然后还自己把它拍下来，当下的画面。我们那时候为了远洋的封面，我们选了很多张照片，后来还选了这张，而且偏偏那张，我不要你直接翻，大家可以搜寻远洋照片，那个高铁的那个沙发的颜色就是那个，虽然它模模糊糊，然后就是那个情境啊，虽然远洋跟高铁没什么感觉搭不上，没什么关系，没什么关系，可是那个移动，那个当下。我就觉得这首歌会写出来，然后我也没有，我不确定是不是叫远洋，我不知道，我只是在想这件事情啊。但这件事情是在我跟我爸爸聊完天之后，但是在心理上放着。坐了高铁的那个当下，我忘记那时候是要去哪里，我忘了，我不晓得是去高雄还是去台北，我忘记了。然后当下的时候有那个旋律，然后当下那个旋律响完卡关的时候。这张照片就想算了，我就记录我这个时候的样子，偏偏还拍得模模糊糊，手机晃动这样，就把它拍下来，不觉得那个有什么。可是后来在做那张单曲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你这张照片就是那个当下创作的那个感觉，即便它是很模糊的，颗粒很大，但是大家说没有关系，那就是你最当下对你的感觉，就是来。其实创作的灵感要来，好像我觉得有时候记录这个工作很重要，对不对？对。我不知道，我觉得那个是远洋是我印象比较深刻，因为后来连视觉他们都愿意用。我那时候自拍照就是完美模式，完美哦。为什么要写个啥把自己拍下来？这不知道在干嘛。有吗？大家有看到那个吗？远洋那张 EP 的单曲有。好像有人有看到哦，真的哦，对，大概是这样。所以创作灵感如何来，我觉得那个好像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有没有把这个当下记录下来，对不对？对，就是、当下的感觉还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比较真实吧，我觉得是，那也是最真实的，而且是我们唯一可以循着这个记录，比如说录下来，那我们就后来要重新听的时候，还可以把一些感觉抓回来嘛。不管是在整理歌的段落，或者是整理整理旋律，或者是填歌词的时候，它都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记录。应该是这个。所以不要再问我们说灵感从何来了，我们都觉得那个东西很抽象，很抽象，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说你们是不是一定要去自己的房间啦？不用啦，我在高铁也可以写歌啦。是吗？是这样吧？是这样，还是自己我是这样，还是你也是这样，还是其他的创作人都是这样吗？不知道，我有时候很讨厌那些同学很仰慕这种问题的人，但是他们好像也是很好奇，你们大家都很好奇这种问题嘛，就是创作人的灵感怎么来，是吗？大家是这样子来吗？好，那就是继续好奇，那我们的专辑，可以，我们专辑有点务实了，太过分了。买专辑就可以大概知道我们当初是怎么创作的啊，对啊，你看就像远洋那个照片封面好像没有，我这是第一次讲这个故事，可是我好像也不是第一次讲这个故事，好几年前，但是蛮少听到的啊。对，因为那张 EP 没有人很多，没有很多人有，应该是这样，那时候还不够红。好啊，不是 OK， 哥哥有过去啊，每个人都有过去，这样子，我们会努力做一些作品给大家听的，所以，然后那些故事应该也都跟我们的生活的东西都会有关系的。然后希望大家也会喜欢，然后创作的过程，我觉得或许我们可以分享，但是最重要的是大家生活中是不是有跟我们一样的共同的共鸣？不管是原住民，或是情歌，或是生活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我们很希望的是，在透过音乐的作品中，大家有跟我们一些共鸣，然后这些共鸣就是我们可以做最棒的连接的开始。这个，突然变很感谢。对，怎么会这样？大概是这样啦。
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最好是不要有问题啦。没有问题，我们等下就会回答了。真的假的？放心等一下，对，你知道的。拉铁粉问问题，为什么是这种声音？是不是之前就要发问了吗？一定要现在问吗？没有啊，就是我们等下会来回答问题。对。那除了这些之外，其实还有一件就是最近苏命，没错，你不是在写歌吗？对啊，这我的特别嘉宾高伟勋，对他最近要有新婚了，耶！掌声鼓励！哇，人生中第一次的，罐头，对，罐头声音，自己做新巡回，高伟勋的新巡回，然后我也是觉得认识高伟勋，哇，真的是蛮久，从海边孩子一直到后来阿米斯夜节到现在，前后应该好了啦，哥哥我知道啊，从图腾时期嘛，对不对？但高伟勋最近的作品真的很累积了蛮多，大家我觉得有机会要介绍给大家，也透过这次的新巡回，希望大家可以看到原住民创作的另外一种能量出现，然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 YouTube 上面也会有打上海HANHAY 的 HANAY 哇，上海对上海，对也可以直接打高伟勋就好啊，对了，你可以打中文就好了。小爱是高伟勋的贝纳族的母语名字，对，然后上面会有放他一些作品，大家可以，我真的推荐大家去可以多听听看，尤其是这个时间，待会广播结束之后啊，也可以来听听看，或许下一个 part 应该就有了吧，对不对？其实我要说一个非常厉害的东西，啊、就是伟勋，其实我觉得算是 YouTube 开始发迹的，因为其实，在 YouTube 上，在 YouTuber 还没开始，对 YouTuber 还没开始的时候，伟勋的很多的音乐影像已经就是有万开头的观看人数了。哇塞，真的很厉害，感谢大家，哇，你是前辈了。可是我其实靠 FB 啦，但是有点过去式。我们平台不同。对，那我们都在跟进。我们在更新。对，真的哦。而且像是，其实我相信这次伟勋的巡回有他非常想要讲的故事跟大家说。那除了这件事之外，像刚刚我们放了你的一首歌叫做 Ladies， 对 Ladies， 就立刻有人在问的啊，真的。对，所以我相信伟勋本身的声音就已经很特别了。那在这次巡回。不知道伟勋有没有什么，就是这次巡回有没有什么想法，可以先跟我们的观众分享、听众分享。因为我这一次的巡回叫做勋巡回，对我先就是稍微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勋巡回的意义，因为勋其实就是一方面是我的名字，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还有很新的这个很新。就是对很新的意象，就是有一些新的东西跟大家见面。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是新兴的新。对，就是想要带给大家，对，就像原住民不会说谢谢，会说谢谢，谢谢你，安不分量的类似那样，虚一不分，对，反正就是希望，因为很多人都说听我的歌的时候很适合在晚上的时候，一个人夜深人静的时候听，所以我就希望这一次的巡回可以带给大家。就是当下你们在听我歌曲的那种感觉啦，对。其实总共我记得有6场，如果大家想要看到资讯的话，也可以到高伟勋的粉丝专页上面。对，总共有4月6号在台东，4月13在桃园，4月26在台南，27在台中，28在高雄，然后最后一场是5月3号在台北。也就是从台东出发，最后来到大城市台北。对。然后希望大家也可以给高伟勋多多的支持。现在已经开卖了吧？对，现在开卖了。昨天6点开始正式售票。新巡回，希望大家多多支持。然后带来的应该也是有一些部分就是你自己的创作，对，有一些蛮多歌曲都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在舞台上面发表过的歌曲。哇，就是很多人都说我去表演的时候，很多人都会点说可不可以唱 YouTube 上面
就是我发表过哪些歌曲，但我都从来没有唱过。对，所以这一次的巡回就会把就是这些歌曲，对，拿出来跟大家见面这样。好啊，大家一定要去买票支持一下巡回。而且小恩要说，这次除了署名说要大家支持之外，署名是不是也有实际的作为？你看，对，然后还要向新巡回致敬啦！哇哦，其实我也蛮适合晚上的啊。所以是要 PK 吗？不是这样吧？没啊，就是我试着去接受其他的创作人的歌啊，接受，好像从以前都不会接受。没有，我想说我也很少跟着其他人一起表演，那而且是这么大量的巡回，然后。我很喜欢高伟星的作品，是从海面海的那个当下，但是一直都没有机会有比较密切的合作。那我觉得这次刚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的空档，然后也希望大家来听高伟星不一样的创作，然后我也希望用我自己的方式重新诠释这样的作品。如果大家想要看的话，那一定要来巡的，拜托。所以想要这边就是帮两位整理一下，就是巡回不只是高伟勋个人很少，甚至只有在表演的时候才会出现的歌曲，会在这次巡回表演之外，署名也有机会到现场支持伟勋。儿子啊，就是直接唱他的歌，直接唱他的歌，直接唱，就是这么直白。OK。好，那相信刚刚我们的 Ladies 除了线上在听的听众听得很开心之外，我想问两位知道明天是什么节日吗？那个两个突然都有，脑中突然有一条线过去。现在是要直接讲还是啥？没关系，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吗？大家有人知道吗？明天是什么节日？就是过12点的意思啦。对啊，过12点很重要。好了，你们两个可以白色情人节，对，白色情人节，没错，刚好最近好有心机的小恩哦，小恩到底哪里有心机？真的刚好。直播广播这件事情为什么挪到现在？就是要故意等那个 timing， 对 timing 的问题啊。没有啦，就是明天是白色情人节。那刚刚我们就是先放了 Ladies 这首歌，那等一下呢，伟勋最近在2019年的时候，是不是有一首新歌？对，前阵子写了一首抒情歌啊，抒情歌，对。OK， 这首歌的名称，我们跟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这首歌的名称叫做白色的你，对，白色的你，对，这个歌的意象其实就是在讲说，其实也不好说，不好说，也那个心境是蛮不好说的，对，心境是不好说的，反正就是可能是一种祝福，对，算是一种祝福，就是过去的某一段恋情，然后他们最后就是修成正果的对象不是自己，对，就是一种祝福，对，所以那个白色的你就是在引用在对，女生的婚纱，只是不想要那么直白，有点祝福的隐喻的，对，然后也是有带有一点，这是大爱耶，你怎么这样还可以祝别人？或者其他的恨之类的，是不是？我就是说听到你过得不好，我就开心了。喂，小左，好的学，坏的不要学，对，好好说，充满祝福的概念。对，感恩。好了，除了这一件事情之外啊，就是等一下呢，小恩会跟大家分享一次《白色的你》这一首歌给我们现在听的听众。对，那除了这件事之外呢，等一下就是不只可以听到就是伟勋的歌，今天还有一件非常特别的事，就是等一下我们在这次结束之后，那我们会有问题时间呀，所以现在如果在线上听众朋友们想要发问题的，赶快到米大拉铁粉，然后到那边去留言，我们等一下就会来留言什么问题都可以哦。公布署名的恋情，那你现在留言，我们等一下就会回答，大家就必须回答哦。好，除了这件事之外，等一下我们会再请伟勋回来跟大家聊教主语。
OK 哦对，没错，OK 对，OK，所以等一下呢，我们就就是先让伟勋跟苏命休息一下。好，OK，好，那我们先用掌声谢谢两位。OK， 好，那现在的时间来到晚间9:49。你现在呢所听到的是来自于伟勋2019的新歌《白色的你》，也用这首歌提前先祝大家明天白色情人节快乐。你现在收听的是米大广播电台。我曾想过，可能主角会是我，也曾梦过你在红毯那一头。多年以后，不知道你的行踪，原来早已有个人可以伴你长相厮守。那实在好不过，白色的你一定比我想象的还更快乐更美丽，白色的是你，那些飘落的花絮随风散去，伴着红毯上的你，用最真诚的掌声给你。我曾想过，会不会长得像我，也曾梦过遗传了你的眼眸，好多好多来不及做完的梦，原来早已没有人可以接受我的请求，也实在好不过。白色的你一定比我想象的还更快乐更美丽，白色的是你，那些飘落的花絮随风散去，伴着红毯上的你，用最真诚的掌声白色的你依然是如此清晰，一步一步在远去，白色的是你，没有什么好可惜，从现在起开始你们的旅行，故事就写到这里。结局。
Hello， 欢迎大家回到米大拉铁粉，米大的广播电台，是拉铁粉。我们刚刚呢，《白色的你》这首歌是不是非常好听？那等一下呢，我们会再让伟勋回来跟我们聊天。现在就是小恩的时间啊，现在这个时间要做什么事呢？没错，就是我们的米大的铁粉问问题时间。哦，苏命，来，苏命在吗？不要在了，苏命准备好了吗？不要太多问题，各位，不要太多问题，我们来看看有什么问题哦。不要问。对，但今天要开始回答问题之前，想要先来说，有些太私人的我们就先要略过去。对，就是太私人哦。然后还有就是太惊悚，太惊悚。现在还可以，现在可以快来留言，我们都答会回答。已经半夜多了，不要有惊悚的题目。惊悚题目，然后再来，等一下这一趴结束啊，跟后面我们最后会有新歌时间哦，新歌时间，所以千万大家不要错过新歌。那苏命，准备好问题了吗？我也在看呢。好，那我们今天就来回答一些铁粉所发问的问题 ，OK 吗？请说。好，来第一题哈，想知道雨伞去哪里买的？这样雨伞哦，这个要问美术组浩真。但是这个应该不是他做的吧？他怎么手会那么巧？喂，米大叔人才，不要这样。米大叔人才啊！就米大还有美术组，对，美术组啊，有啊，有美术组啊。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这种是叫什么发光的雨伞吗？应该是买不到吧？就欢迎来跟我们。还是我们要开发周边商品？大家开发商品，大家会想要买发光的。当然，如果为什么要买发光雨伞？为了什么？我也不知道啊。为了晚上不要被车撞吗？哇！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可以问大家，就是现在收听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想要什么周边商品的，我觉得可以跟我们说。但是我们美术组就想办法。我们美术组就想办法。美术组听到了吗？米大美术组。什么？对呀。等下问题是发光的雨伞到底为了什么？不懂。就是一个为了怕车撞，怕被车撞，还是为了怕那晚上路太暗？就是不是完美，看起来就更像完美一点啊。有一点气味，但还不错，还是要不是完美的。完美必买啦！完美必买发光雨伞，不错。我完美必买。等一下，如果阿米事业节有晚上的话，大家是不是会带着晚上的雨伞出去？感觉还不错但我还是要问大家对这种发光的东西有兴趣吗？有兴趣可以留言。有。对啊，任何东西可以发光的话，比如说雨伞、包包啊、外套，全部都发光，帽子也发光，不得了了，整个阿米事业节都亮亮，都在发光吗？有人说晚上自己一个人听歌可以用。听歌发光的雨伞，一个人听歌，所以你听歌就看着发光的雨伞。好，没有，对，我们回去要自己试试看。我们思考一下。对，而且不得不说，今天我们把那个雨伞放在办公室的时候，大家就玩起来，直接把所有灯关起来，这样子。发光雨伞，有参加灯会可以用到。灯会，所以下次台湾灯会，这次台湾屏东很夯。可是屏东没下雨啊。台北可以啊，台北啊。所以下次灯会不是屏东的，下次灯会的时候米大也来。好哦，真的哦。小恩说，大家小恩说，不要想太多，我们就是说好就好。说不一定，好不好？除非我们很厉害 ，OK。演唱会拿发光雨伞干嘛？我新留言OK， 好了，这一题太久了，演唱会支持，好，我们就后续慢慢有可能会看到，好不好？后续你就会看到越来越多的灯泡出现，我也不知道，就感觉他是高伟勋的场吧，他是续巡回所以对呀，好啦，就是希望高伟勋可以出个会发光的周边商品。他现在在旁边，他都听到了，听进去。就是大家敬请期待巡回。如果现在这样讲是虚伪，就压力很大。我怕压力会太大。我们压力会很大。好，没有，好，我们赶快跳下一题。好，下一题是什么呢？想问说新专辑这一次新专辑会不会跟其他歌手合作？例如小球，例如阿令。哇，请帮我跟他们拿合作一箱水，合作一箱直接，因为经纪人不好瞧啊。喂，不是经纪人问题，
不是是要不要请他们来？等一下，对不管有没有，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给你们的惊喜啊。对，现在说太早了，会不会跟其他歌手合作？我觉得，我们跟完美合作啊，就是请大家多关注最近署命跟哪些人有互动。哎耶，哇，对，有互动。我才刚从印尼回来，所以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所以到时候会看到跟印尼有关的东西吗？我最近还在穿印尼的衣服。最近有啦，你有去小球的那个生日派对？对，我还是穿印尼衣服，而且你还送印尼的那个叫什么榴莲，有送到香水，作为一个有味道的女人。哦，对，这边有小球的粉丝吗？好。有吗？好了，没关系，我们让大家慢慢来哦。然后就是 OK， 会不会跟其他歌手合作？我就是想要在这边跟大家说，就是多注意署命的最近的动态。因为今年就是有新专辑啦，所以新专辑大家就会一步一步慢慢知道了。真的也太久了没有新专辑，我会好好珍惜这次的机会啦。OK， 希望也放消息给其他歌手听到。拜托各位歌迷，你们去渗透到其他歌手里面，当他们的粉丝，然后告诉说署命最近要出新专辑，你可不可以跟署命合作？这样可以吗？大家同意吗？对，按个赞啊，同意啊，分享一下。OK， 好，除了这一件事，我们下一题，好不好？我相信这题有了解答。下一题，请问我们因为就是工作伙伴，我们一个伙伴大我的择偶条件是这个意思吗？不要问我，问大饼。就是我要问这一位同事，就是有点太私人了，好不好？如果你认识他，你就私下来问他。OK， 对，这边就不然这边就会歪掉了。对，大家记得明天是白色情人节，白色情人节哈，大家可以多尝试。下一题。好，多题了，下面是怎样？对啊，好多，好，我看一下哈。下一题，我想问，也是我们的同事啊，就是宝哥最近好吗？一样，这是私人的问题哦。如果我们有遇见了，我们就再来交流。大家都很知道我们的工作内部的，对他都超知道我们有谁。这样是间谍吗？现在好可怕哦！好可怕。没有啦，我不是我看到有人说好贼，不是很贼，是真的，因为这个太公开了。哇，这个比较私人的问题，真的不好在这边跟大家说。他们连工作人员名单都有了吗？你要不要来我们这边点名？他们也太厉害了吧！大家怎么有这么多工作伙伴的名字啊？怎么那么厉害？对啊，也是可以，就是私讯的，好不好？私讯我们也可以再慢慢跟你说。好说。重点是这个跟。我们还是要让大家有一些空间，想象的空间。OK， 好，下一题，新专辑什么时候发行？哎呀，为什么？我来喝一下，我来小人来讲讲哦，新专辑什么时候发行？大家每个月都会收到一首歌吧？对，那就代表会发行啊。大家可以算一算，每个月收到一首歌，什么时候是新专辑的量？对，这个大概就是国小的题目，一个月一首歌的话。大家来想一下，一个专辑10首歌，大概会什么时候会出新专辑？应该这个小学题目，不要这样子，就是大家推大家就会知道了。对，一张专辑10首歌，一个月一首歌，从1月开始，一路哒，就会到哪个月就会有专辑出现的。对，所以这个时候小恩都会陪着大家，记得要收听米大广播电台。对，我们还会放新歌，之后你就会听到专辑。又有人说你好贼啊！对，数学题，我怕对，不能，我小恩不贼，好不好？我只是保护一下。OK， 下一题，想问署命分享，署命分享喜怒哀乐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哇，你大概只有听到喜吧，其他的都没有。哦，其他的压力太大，尤其是怒。怒都不得了，喜怒哀乐好像比较少听到，就是怒哀乐，在网络上都是喜。乐跟喜应该是类似的吧？喜的生活就是乐吗？还是乐是一种强调的状态？好，那不解释，就是对，喜跟乐其实蛮像的。但乐好像有点强的意思，是不是很喜的？但怒跟哀的确啊，比较少在平常的时候表现给大家。重点是表现给大家看，应该会笑到大家吧？没有，其实我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你刚刚有说嘛，喜怒哀乐，乐是强，所以大家知道乐是什么样的情况了吗？就是强，所以随便强的时候，他就是他很快乐。然后一般在网络上来看，他是很开心要分享事情的时候，喜就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对啊，怒跟哀就是压力大的压力大啦。其实他有问一个附带的问题，压力大的时候会做什么来舒压？那个睡觉啊。睡觉，我也相信睡觉很好舒压，真的。那如果睡不着，就去运动，去跑步。我最近喜欢跑步了，但只是跑自己。我因为最近可能是因为这半年吧，出国的时间密集度很高，然后我觉得跑步啊，尤其是晨跑啊，有时候偶尔会感觉很像当地人。你因为你不会像观光客一直拿着手机这样拍来拍去，你跑步就跑你想跑的这样，反正但是我跑步就是有时候还是会带手机啊，可是就是因为怕迷路，跑步带手机，因为要 Google 要不知道跑到哪里，要不然就跑不到自己。所以你都放口袋吗？跑步的时候比较舒压，有一个腰，因为那种很像霹雳腰包那种，就是跑步在用的那种，放小东西的那种腰包。那我整理一下，所以你跑步的时候会用腰包，然后腰包里面就会放手机，因为怕迷路。因为有一次我跑不到我自己原来的地方，好可怕！自己原来的地方，我不知道我在哪里。哦，你不知道跑去，所以你不会是去操场跑，就是各种路上跑。国外哪有像台湾那么多操场，根本就没有，就是荒郊野外。我们在澳洲那个是荒郊野外，你知不知道？我了解。然后那澳洲跑的有点蛮可怕的，因为真的是荒郊野，也不是可怕，就是说它就是荒郊野外，也不是真的路，真的就是土，就是一个土，然后也不知道方向在哪里。然后有时候在城市里面跑的时候，因为你会避开那些车多的地方，那跑到小的路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自己跑到哪里去的。除非真的有一些国家公园还蛮多，比如说我在英国伦敦跑的公园，或者在奥克兰的纽西兰的时候跑的公园。我在东京跑啊，碰不到公园，我不知道我跑到哪里去了。你就人行道跑步？对啊，就是避开车子多的地方去跑步。那是超怕的。虽然东京其实还蛮安全的，但是会迷路。OK， 所以压力大的时候就是会跑步。所以大家如果看到索命在跑步的时候，就是他可能不要碰我啊！可以偷偷跟我说索命在哪里跑步了，我小孩就会知道他最近可能有点起伏了。是这样吗？跑步叫舒压流汗、排汗、排毒。所以索命瘦很快啊。但是胖也很快啊。OK， 胖超快。好了，这个舒压方式的喜怒，就是怒跟哀，就是用这种方式做舒压，对。但这个地方大家可能平常看不见，但是我相信你有时候可以从舒命的音乐创作上理解啊。对，最近的作品有比较多思念的作品，对，包括胡子、侧脸，其实大家都会有听到。但我觉得那也呼应了以前的某大大他们在那些前辈们在领班歌时期的时候，很多的歌曲都是一种思念这样子。对我来讲是一种，但是思念的确它不见得是真的舒压，可是它是一个情感的一个投射。然后我也希望是大家是不是有一样的共鸣，在每次想念里面这样子。这是我自己在写作品的时候会把这些心情放在里面的原因。OK， 了解。怎么突然变这么沉重？对啊，不是沉重啊，就是思念啊，思念啊，直接说，就是我们的思念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创作能量吧，对，能量。OK， 好，那我们就换到下一题喽。好，下一题也是跟我们。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伙伴啦，跟我们伙伴一样有。等下打电话一下，要不要公布稿？该直接说，就是打电话跟大家聊天啊，没有啦，一样私下好不好？私下，私下，这个真的太私人的问题了啦，对。好，下一题，想请问俗命先前留胡子是为了戏剧演出，还是为了新歌 MV 呢？因为最近你好像要刮掉胡子。我跟你讲，就老实讲，那个本来要去 casting 的那个戏剧啊，后来没有上，这样大家会不会很难过？我真蛮难过的，为什么没有上？
啊，对，没有了，对。然后我想说继续留着，导演可能会后悔，会希望我再回去演。没有，后来小球说我胡子很丑，别人说没有关系，小球说好吧。小球说，妹妹说，真的假的？可是很多人都说胡子很成熟，成熟。就是不是没有人说帅啊？那当然，我觉得我们这样讲不准啊。线上有26个，其实就是人在观看。我们现在就问大家，如果觉得大家就是鼠命留胡子的造型，大家的感受是什么？大家可以跟我们讲讲。应该大家没有看过留胡子的造型吧？应该也是第一次。我也觉得留胡子好麻烦。有的时候拍，好了，不要问我啦，对啦，我魏德胜面试3次都没上，所以这个抗压性很强，我抗压性很强啊。有啊，有人说很帅，有吧？哎呀，你看是不是？真的，好，感谢啊。一样，我觉得不要安慰我，我不需要，我不需要。但我要说啊，个人特色就是个人可以撑起这个特色，所以留胡子自己可以撑起，能撑起这个特色，它就是好的特征。没有，我也没有留过胡子，我只是想留，看会怎样。没有留比较可爱啊，可爱哦。当然还是问你喜欢被叫可爱，是喜欢比较帅？当然是帅啊。哎 ，OK， 然后其他的就是附加的，帅加可爱，再加酷，再加有才华，再加就是阳光。但是最前面第一个字一定是帅，例如帅也是有才华，帅而且可爱。OK， 没有逼大家啦，大家不用那么勉强安慰我。使坏了，使坏，我们其实有想要做这件事情，因为最近想要做海边的坏孩子啊，当然过去了，所以还是哥哥带头。好了，没有了，不要这样。好 ，OK。我们欲言又止，他们的人可能听得不是很开心。对啊，等下说问谁怎么不回答，那就各位不要乱问，好好思考一下你的人生的问题是什么。等下，可是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有人说你新歌叫胡子，跟这有没有关系？是啊，就是有关系，因为留胡子就会写出胡子，所以留胡子，下次我戴眼镜就会写出眼镜，我觉得要是挂耳环就会写出耳环，所以下次看署名的肩膀以上多了什么东西，就会有什么，脸部有抓什么东西就会有。其实我觉得就跟刚刚跟伟勋聊的时候，有说到灵感这件事情，真的没有办法好好说。就是刚好有什么，它是一个触及，但不是完全。然后那个触及，因为创作它就是天马行空，所以其实太过于局限要解释这件事情，我们其实也没有很喜欢。我觉得对创作人来讲，有时候我们对解释是觉得一种很困扰的事情，因为很多的创作它是一种生活的集结，那生活包括想象，包括生活的经历，但是想象跟经历这些事情就已经有太多可以讲的事情了，有时候也没有办法用这些东西去解释，就重点是我觉得创作这件事情，如果它必须附上解释的义务，它就不会那么有趣了。当然不解释，有一件事情可以代表这件事情，就是投射。我们很希望我们的作品希望在身上大家有一些共鸣，比如说我留胡子，然后或者大家听到胡子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共鸣？然后比如说侧脸，然后写了侧脸这件事情，大家在生活中是不是对一个思念的人有一个侧脸的印象？那或许那些解释有点多了，但是更重要的是在生活上，就是大家有共同这样的共鸣。我觉得这个作品之所以成为大家喜欢的作品，可能就是这些共鸣而来。刚有人问到，这一次宣传都用侧脸，就是跟这个有关吗？宣传就是比方说宣传都用侧脸宣传。我们的绝招还没给你讲，就是让大家自己想，我们都是留一点空间，对，因为接下来作品就会持续累积，也不用大家也不用太多的揣测啦，因为我觉得作品累积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大家就知道，其实我还是说，我从来没有开放这种创作的历程让大家参与，我也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新鲜的事情，然后我也觉得创作如果一直是孤单的话，这些开放
会不会是另外一种生命中的参与？我也在想象这件事情。OK， 然后我都是第一次，我也不知道结局会好或坏，不知道，或者它就是一种你喜欢跟不喜欢的差别。但至少我很努力想要试试看这个新的尝试啊！大家愿意进来我的创作的历程，对我来讲也是一种新的体验这样子的了解。好，然后我们就换到下一题喽。下一题，身为这个真的是比较你自己个人，身为公视董事以来，有什么愿景想要借此持续推动，或是在未来大家有在关注我公共电视董事的身份，哇，这个代表他真的很了解我。我也觉得，因为其实蛮少，真的很大声跟大家说你是这个身份。当然，公共电视不会负责所有的执行公共电视比较负责董事的身份，比较负责是监督的角色。然后希望整个公共电视的方向就是符合大众、社会媒体的这件事情。当然有。很多时候我没有办法变成第一手资料这样，但我会去谢谢大家给我这个公共电视董事的身份，让我去用我自己的影响力跟我的累积的经验，给一些建议，在公共电视未来的发展。很快，我当董事已经2年多了，到今年8月就即将卸任，然后我还是尽心尽力的，每次都会去开会这样。好，但是这个不代表说我有任何干预行政这件事情，所以行政这件事情还是发生在公共电视的组织内，这样董事没有任何参与干预式行政这件事情没有，那我会扛起监督的角色，让整个公共电视的发展是好的。持续让公共电视有好的方向发展。是这样，现在是证件发表会一样。没有啦，没有。那相信这应该有回答到我们这位朋友的疑惑，这样子。哇，这个题目也可以当拉铁粉题目也太妙了吧？这真的有关心才会问这样的问题。很关心也很难得。好，下一个比较轻松一点。苏密，你有几把吉他？好，苏密你先算，就是小恩就是平常跟史密工作，就是有一个房间都是乐器，对啊，那你算完了吗？音乐人，我其实5把吉他，然后有3把是标准琴，然后2把是旅行吉他，比较小的。好，这样应该可以，5把不是说很厉害，就是说。也蛮多的，因为还要保养它。对啊，所以有备用的吗？跟用的没有了，就把其他几乎都有出去表演。就是其实出国跟非出国的时候会带不一样。对啊，真的有差别。OK， 好，下一题，最后一题啊。署命常用母语跟家里的人对话吗？唠几句是等下唠。等下怎么唠？等下唠。会强迫自己讲母语啊，因为毕竟母语的环境很少。我大概就是跟我爸爸讲电话的时候，会比较用母语讲电话。我爸爸也会用母语故意跟我讲电话。然后身边大家最特殊的人，应该就是拉千玺，我的卡布跟我的哥哥阿德，就是在美国的阿美族，美国的阿美族很厉害哦，很厉害，用罗马拼音在一些在赖上面或者是传讯息的时候都会用母语拼音这样，这样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讲母语的确啦，我觉得讲母语的机会真的很少，不会区的原住民来讲不多。所以其实要怎么去创造，反而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而不是说一直焦灼说有办法什么时候要讲母语，这个有点多了。OK， 所以就是需要用到或想要就会用到，创造机会使用。对，使用机会，有机会就会有机会使用。好，然后你最喜欢唠母语，就等一下我们让署名来教大家讲母语。但是还有一个就是你最喜欢都兰哪个角落呢？多兰那个角落，这是他的附带题目，对吧？
多然都不是角落啊，全部都都是公共场所。好容易被部落的人发现你在哪里。几乎没有啊，大家可能在关心我了，所以我去哪里都会被大家知道。所以我真的角落大概就是我家吧。自己房间，自己房间还是很多人会知道我房间在哪里，不得了。但至少我会喜欢待到家里面。了解，因为大家都会很关注我的行动啊，所以我家就常常会被聚会场所，那也不错，是因为我不用去跑到别人家，别人就会来到我家，那我就可以跟大家交换我们最近的生活心得。OK， 所以就是大家有机会来都兰都有机会遇到苏敏呢。有机会来都兰有机会。OK， 因为我每个月都会回去，但是回去的时间就不固定，但我每个月都会回去。好，没问题。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拉铁粉问问题时间。那接下来下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就是我们来教族语。刚刚有说嘛，就是唠一些族语，我们现在就要唠给你看。但今天要唠族语要唠什么呢？对，小恩来跟大家说，好不好？今天我们唠族语呢，明天是什么节？刚刚有说白色情人节，所以我们明天白色情人节，如果想要大方说出你的感受的话，今天来教大家关于“我爱你”这3个字，没有很适用哦，因为明天就用得到，今天学明天用，12点后就可以用。对，如果你很害羞，然后别人如果听不懂，你可以用讲的，别人听不懂的时候，你就不用害羞了，而且你还可以好好跟他解释这是什么意思。对，这个真的蛮实际的，蛮实际。而且今天不只有阿美语。哇塞！对，等一下我们会邀请刚刚的来宾，我们的伟勋卑南族的大男孩，跟我们就是一起来分享族语。但是想要说，如果是太难的，我们就先暂时不要。对，我们教简单的就好。OK， 好，所以没有刁难大家的意思。对，没有刁难大家的意思。所以我们现在用掌声欢迎伟勋。呀吼！嗨，大家好，我又回来了。那今天我们要教的，除了我爱你之外，对，还要教另外一个东西。对，相信先讲我爱你吗？对，教大家。然后我爱你完之后，就是因为在不管是情人节都会有送礼，可能有些人会啦。然后今天收到礼物，要说声谢谢吗？很快。对啊，要说谢谢的时候，我们来教一下大家怎么说谢谢。所以我们先从对我爱你开始。我爱你哦，这个来阿美族的来。马乌拉，这个有点长这个好像没有，因为我的铁粉应该知道，但我怕有些不是铁粉，但听到这个阿美族我爱你的人会退后3步。不过没关系，对，大家还是要学但是现在在荧幕前的大家，我们开始来学学怎么讲我爱你。好，阿美族的我爱你叫做马乌拉嗨嘎古迪苏瓦难。好长，很长很长我们分解动作。马乌拉嗨，马乌拉嗨就是喜欢的意思。马乌拉嗨，嘎古就是我的意思。嘎古，然后后面的迪苏瓦难，迪苏瓦难就是你的最高级，也就是说我只喜欢你。Only you 的概念 ，Only you，Only you。迪苏瓦难，所以连在一起，马乌拉嗨。马乌拉嘎古迪苏瓦难，连在一起，马乌拉嗨嘎古迪苏瓦难，马乌拉嗨嘎古迪苏瓦难，有没有？OK， 阿美族的这是阿美族，这是非常非常浪漫的一句。非常浪漫的一句，大家学会了吗？等一下还要再复习一次，学会了吗？如果还没有的话，晚上你可以一直 repeat 这个广播，一直来听哦。好，接下来伟勋。所以关于卑南族我爱你，要简单的就好。如果太难的话，我们就学阿美族。没有要族群分裂的意思，没有这样的意思啊。对，卑南族好像因为我卑南族好像没有那么直白，就比较可能个性比较内敛。但我这边有一句是除了我爱你以外，可以讲说我想念你。对，我想念你的，因为我有一首歌曲里面刚刚有写到我想念你的这句母语的歌词。对，怎么说？对，这我想念你的卑南族母语叫沙尔古
甘怒，杀了顾甘怒，杀了顾甘怒。它有一个算是类似弹舌音，杀了顾，杀了顾，对，甘怒，甘怒，对，杀了顾，甘怒就是有点像是顾是什么？就是我想念杀了顾就是我的意思，对，甘怒就是我整句话就是我思念你，对，哇，杀了顾甘怒，对。OK， 所以明天白色情人节，我想念你，对我想念你，杀了顾甘怒，对，这可能比较适合用在那个远距离这样，远距离的恋人这样，对，哇，我还贴心，哇，远距离恋爱，对。OK， 所以我们再跟大家先复习一下啊，我们的阿美族语的我爱你叫做马乌拉嗨嘎古迪苏阿奈，那我们卑南族语我想念你怎么说？杀了顾甘怒，对，OK， 你收到这句话之后还有个动作嘛，就是可能有礼物，所以要谢谢这个方便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说吗？比较简单啦，就是通俗的说，大家会讲阿赖。阿赖，那都兰的阿美族又特别会说一绕，反正只有2个音节啦。如果记得起来，阿赖，你的礼物送过来有没有？来，阿赖，一绕，切个绕，一绕，这是这样吗？一绕，比较好念，比较好记就对了。我收到你的礼物了，切个绕，一绕，阿赖，确定收到不同的了，就会一绕一下。OK， 那卑南族这边谢谢。卑南族就是它叫做亚鱼湾，对，它前面因为我们有一个字母的拼是 LR， 所以它会有一个比较，这个很难发，对，就是亚鱼湾就是谢谢你这样，亚鱼湾，对，它有一个它可能要这个可能发音要有点技巧，就是你可能要稍微咬你的舌头，但是又不要完全咬对，亚鱼湾，对，这个有一点技巧，对，亚鱼湾，对，然后就这个大家可以回去再多练一下，好，大家可以练习，对，就是各自揣摩，对，各自揣摩，练习一下。OK， 好，那我们要再让我们的线上听众再一次跟我们重新的说谢谢吗？对，说谢谢，我们重新再练一次哦。阿美族的谢谢。如果礼物来了就阿赖，收到礼物之后切个绕，一绕，阿赖跟一赖。卑南族的卑南族叫做亚鱼湾。OK， 好，所以我们今天教了2个单字，可是有4种说法，所以我们教了不管是我爱你、我思念、我想念你，对，还有谢谢。那我们最后再重新跟我们的听众，重新最后说一次哦，一样，阿美族的我爱你怎么说呢？马乌拉海嘎古迪苏南，马乌拉海嘎古迪苏南。好，卑南族的我想念你呢，叫做杀了顾甘怒，对，是吗？也有吗？对 ，OK， 好，小恩有及格吗？小恩差不多80，就那个3点，差不多，对，注意认真，差不多初级可以过这样。哇 ，OK， 好，下一个，谢谢里面阿美阿赖，或者是一绕，OK， 那我们卑南族的部分呢？卑南族就是亚鱼湾，对。OK， 好，以上就是今天我们的族语课教学的2个单字，4种说法。所以再次谢谢我们的苏命跟我们的伟勋来到米大广播电台，放个声音，这个声音。好，接下来就是小恩的时间啦。那我们来到米大广播电台最重要的时候，就是我们要来1个月分享一次有关于署命的新歌。那这次分享的新歌，就像我们刚刚在访问的时候有说到，就是像你现在看到的荧幕上我们看到的照片，其实就是来自于署名的侧联。所以这一次呢，我们3月份的新歌就是要跟大家分享署名的这一首歌。这首歌叫做侧脸，然后里面带着一些淡淡的思念，
欢迎大家，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这次播完你可以来到就是加入米大拉铁粉的会员，然后进入我们的官方网站，然后可以看到在里面点进去就可以看到我们2首歌，上一首歌胡子跟这一首歌侧脸。好，那我们就二话不说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次署命新专辑的新歌第2首，叫做侧脸。两个世界怎样才能重叠？真真切切要如何去感觉？那交界会有什么音乐？还可以陪我一整夜，翻来又覆去。为何在这个时间我要从头再来一遍？想着你侧脸，像是做了个梦。从那一天习惯在睡前呼吸你侧脸，呼吸你的笑容，这冲动从来没停过，而我还想着你侧脸，像是做了个梦。这瞬间在每晚睡前，喜欢你侧脸，喜欢你的笑容，多希望见上你一面，在你还没忘记我之前，忘记我之前，忘记我之前，忘记我之前。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米大广播电台。如果喜欢，欢迎分享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会在每一个月送你一首2019署命新专辑的新歌。我是小恩，我们下次见，晚安，拜拜。